旧的木质橱窗陈列着款式活泼的帆布包、帆布袋，在店门口上方更挂满了传统的帆布书包。这些帆布包串联起台湾每个人学生时代的记忆。其中，矗立于中山路的合成帆布行，跨越了3个世代，将传统职人工艺与创新设计理念结合在一起。阮合成帆布行到今大概有65年的历史，但是其合成帆布行进前，在差不多其光复前，是由一个做日本刑事的黄先生伊创立的，但是伊实际上是无参加这个经营，伊是有请一寡伙计，就包括阮爸爸，包括曾先生，包括一个廖先生，因3个人是带这间来福帆布行，嘛是咱即马中正路旧的消防队的隔壁，迄阵叫做来福帆布行。因为后来这个来福帆布行的老板的儿子无意愿想要接这个行业，所以最后单由这3个伙计来继续经营。经过大家努力的打拼，生意愈来愈做愈大。所以在因3个人的合作之下，经过20几年后，因佮创立一间叫做合成帆布行，就是阮即马这间的开始。那么这3位伙计拢真认真，然后经过30年后，因为第一代老板的第2代嘛拢成长起来所以嘛有感觉讲可能爱各自努力所以因就是有一种想法讲无咱就爱来各自打拼安尼。所以迄阵就是讲曾先生伊就继续来福帆布行。但是伊改名，伊改做永盛帆布行。许先生就是阮爸爸，苦干坡，伊就是继续合成帆布行。另外一个廖先生，伊就是佮创立一间志成帆布行。当然是因其来福帆布行，佮加开一间合成帆布行的原因，就是因为生意愈来愈好，愈来做袂起，所以才会做第2间帆布行的想法。这个合成2字的由来，就是因为3个人共同合作，看会当成功这条路，所以号做合成帆布行。所以在大概民国67年迄阵，我就继续阮爸爸，甲阮爸爸做伙来努力合成帆布行，到今。当然是迄阵是来福帆布行甲合成帆布行2间同时拢存在。那来福帆布行因是较拢注重去迄个公家，比如讲电力公司、自来水厂、盐厂迄方面的生产。合成帆布行这方面是拢大概伫专攻迄个学校、教育机关，尤其是国中、高中小学的书包。大概拢是合成帆布行这边来负责生产。早期的合成帆布行以制作书包为主要业务，而许胜凯从父亲手中接下的是一份托付，更是一份产业的传承。合成帆布行伫这个台南部地区一直拢是咧经营册包，在大概20几年前，以即马算起来讲，因为整个社会景气甲少子化的关系，所以书包量渐渐一档一档愈来愈少，所以嘛经过一个较暗淡的时期。然后大概伫这个10年前，差不多民国99年迄阵，拄有一个机会，我会记得是交通大学一个客家研究所的范小姐卡来咧讲，想要要求阮敢会当寄一个广告单 DM 互因做参考。真歹势，因为阮迄阵嘛无咧做啥物 DM， 因为生意一直嘛拢安尼做，平平顺顺啦。伊讲无恁若无广告单，无敢有网络网站互咱参考。
嘛有够歹势，我迄阵嘛无网站啦，所以讲，迄个小姐范小姐，我记啊足清楚，伊我讲，头家啊，安尼你已经足落伍啊呢，人即马全世界拢嘛靠即个网络咧做生意呢，吼安尼拄大概迄阵囡仔拄大汉啊，有经过厝内咧讨论参详，讲开始即马是有需要来做即个网络的经营，所以就委托人甲阮设计一个网站。开始就即个网络经营，网络经营了，哇！迄阵是网络进前是拢南部7县市真有名，即摆说全台湾拢真有名，甚至国外嘛拢真有名，所以就会接受到一寡较无共底下设计，人客无共的要求，所以对迄阵开始，阮就开始接受讲人客客制化，因为好。囡仔愈来愈少，较有时间人经营即块，就努力到即马有小可一点成就。许胜凯以一个包都接单，开启客制化服务，更将自家包款上架官网，拓展网络行销，让传统产业重新复苏。随着时间推进，合成帆布行在台南生根已超过1甲子。从早期为传统学生书包代工，到现在以客制化的角度经营，并由第3代许进家接班。爸爸跟爷爷他们已经把这个合成帆布行这个品牌的根基扎得很稳了，对。然后因为我的个性会比较保守一点，我对于这个品牌来讲，它就是一个我成长的地方。那我会希望把这个品牌再做得更扎实，让这个老品牌它有保守它既有的一个根基之外，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品牌。对，所以如果以思维来讲，我希望让不只是台南在地人知道有一个帆布的品牌叫合成帆布行，我希望让全台湾甚至是国外的观光客都可以来到台湾，来到台南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在地性的一个店家。因此，合成帆布行便将原本的小标 Made in Taiwan 改成 Made in Tainan， 透过改变一个英文字，将品牌与在地性的连结加深。就像我刚刚讲到的，合成帆布行这个品牌，它的根基我觉得算是稳的，但是我想要让更多人知道 ，Made in Taiwan 已经不稀奇了，它是 Made in Taiwan in Tainan 的一个概念。那当初我们会从这样的意向改变，其实合成帆布行就是代表台南的一个非常在地的传统店家，不论是历史也好，或者是它代表的产业也好，其实它都是一个很传统、很复古的一个概念。那今天 MIT 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品质好，那如果我今天更加强化的，它是来自于台湾台南的这个地方形象，跟我们产地在地的产业做结合，那其实它的意向会更加的强烈。对，就像我刚刚讲的 ，MIT 其实不稀奇，但是你要让大家知道它是来自台湾台南的一个传统品牌，也许它会带给消费者更不一样的想法，就是原来台湾的台南有这样子的一间帆布包店，而且它就是深耕在这边65年的历史，这样子。在今年文青风潮的带动下，帆布包从最早的书包造型简易提袋，到现今已逐渐走向精致化的帆布包款。同时，随着老店转型，帆布包品牌日渐窜起。那也透过这样子的努力，一个方向，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把品牌强化。
就是说，以往可能是走代工的路线，但是我们现在会着重在品牌的合作，不管是跨界的异业结合，或者是说产品的委托制作，我们都一定会有我们合成帆布行的露出跟logo 的呈现。对，那我觉得无形之中，它就是加强这个品牌在很多消费者心中的一个形象。也许他不知道合成帆布行，但是他可能拿过这个袋子，没想到翻开就是合成帆布行做的袋子。对，那无形之中，其实这些是默默的把这个品牌做一个加分的动作。合成帆布行从代工厂转变成品牌，而走向品牌的路上，更因为许晋家的姐姐许瑞玲，让合成帆布行更上一层楼。我其实回来接班之前，是姐姐跟爸爸负责主要的业务。姐姐其实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那她从国外回来之后，算第一次的接班这个合成帆布行，她把公司很多东西都制度化。比如说客户的订单，她把它电子化，以前都是很简单的便条手抄一抄，她就把它归档归类。客户的信件分门别类，那产品的出货顺序、给师傅制作的排程等等，都把它变得比较有制度。以前爸爸那个年代可能就是简单口头讲一下做不好我们再来改，但是姐姐做的就是很制度化的事情，而且她同时也把合成帆布行这个品牌做一个我刚刚讲的很温暖的一个包装，她让它变成一个很在地的一个形象化。那姐姐突然的离开，然后我也因为手术的关系，让剩下爸爸一个人在店内，其实是很煎熬的一个状况。对，所以我出院康复之后回到工作岗位，其实就循着姐姐当初留下的一些脉络跟轨迹去做一个延续。那当然那个时候什么都不会，所以就变成边做边学，然后边被骂边犯错。对，那我觉得这都是无可厚非，毕竟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新人的角色，然后接下这个重担。对，那其实我觉得，因为爸爸是很开明的一个个性，他知道我在这样的状况回来，他当然不可能是100%的完美，但是慢慢的学，慢慢的做，我觉得到现在我都还在学，对，直到现在还在学。那姐姐那时候她在生产前有留了一个表单，就是说她这一段时间她没办法工作，她需要我帮她做什么，那我就循着那个表单的模式跟轨迹去做后续的排单，其实她都做得很完整，对，所以我被赶鸭子上架，只是说我回来接班的这件的事情的早或晚而已，我迟早都会回来的，只是我可能提早了，可能3年5年，就是接了这个重担。对，那对我来讲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提早让自己成长，也是一个机会啦。许晋家义无反顾地回到家族事业，努力地做中学，让自己逐渐成长。我目前负责最主要的业务还是在于跟客户端的接洽，以及产品的算是简单的设计，或者是说做后端的出货的一些比较繁杂的事情。对，那其实我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什么都要会、什么都要学的一个角色。好，那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品牌的广度推出去。很多客人也许在爸爸那个时候，他会说我要找你们家代工一个帆布包，他也许不愿意放上我们的标签，或者是说不要有这个制造商的 logo 的露出。那爸爸那个时候就会好吧，就妥协，为了接着这个案子。但是现在在我的想法是说，您今天会选择我们合成帆布行，而不是选择其他的店家，相对的你是认同我们的。那你既然认同我们的品牌为什么不能在你的作品上面呈现？对，所以我都会跟客户沟通，就是说，你今天无论如何，产品上面一定会有我们合成帆布行的 logo， 只是你摆放的位置我们可以调整，也许不是这么的外显，我们把它放在内侧，甚至是夹层里面，对，但是一定要让客户知道说，这个是来自于台湾台南的合成帆布行制作，这个对产品来讲，我相信是绝对是正相关的加分。对，那很多客人他会反而会跟我们说，我可不可以把你的 logo 放在外面？他们自己的放在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案例。那只要是碰到这样的 case， 我就觉得我们品牌又小小的成功一个，让人家认可，我又多了一个认同我的人。品牌 logo 的露出成为许晋家的坚持，而这份坚持更成为推广品牌的最佳推手。其实我们还是最主要是做客制化服务。那如果说以产品面来说，我们会提供很多种袋型样式，不仅是我们自身可能本身在使用的，有些是客户给我们的回馈，我们做产品的改进或改良，不论是内袋的增多或减少，好，或者是说一些扣具的调整，
对，但是这些大方向都还是建立在我们是一个传统手作的一个方向去进行。我当然不可能说，客户端可能拿了一个高尔夫球袋来，我就把它做出来，不太可能嘛。那我们会用我们既有的制作条件，以及我们产品的品牌核心价值去发想我们的产品，比如说一些零钱的小袋子，或者是说一些收纳的帆布的小包，或者是我们随身的。现在其实大家都是以简约为概念，也刚好符合我们品牌的调性，就是简单，然后实用耐用。对，那以产品面或者是合作的话，我们会很多的，比如说跨界的合作，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有。那不论是政府机关或者是私人的企业，我们都会做一个多方面的尝试。当然他们不局限于只有帆布袋，它可能会一些帆布相关的制品，只要是我们制作条件许可之下，然后可以制作的，我们都会去承接这样子的业务。我目前在做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地方是，我会比较希望跟一些艺文团体或文化事业相关的单位去做合作。对，那就像也许很多艺文相关，他们在活动的礼赠品需求都会有这样的帆布包袋，那我们就可能会给予赞助，或者是说品牌互惠的方式去进行。因为我觉得合成帆布行是一个温暖的品牌，那相对的我会找一些或者是相对应属性的展览。影展也好，或者是活动，他们也会找上我们，就是说，也许它的相关性是比较相同的，那我们就会给予这些单位一些支持。好，那即便它是需要花钱或者是花成本去做这件事，但是我觉得我们把 A 品牌跟 B 品牌做一个相互的加成，也许是一个很加分的事情。那我目前也正在做这件事，可能在爸爸或者是姐姐那个时候，他比较不会做这种品牌的联名或赞助的事情，对。但我目前来讲会比较喜欢做这些。随着时间的堆叠，合成帆布行与各式各样的单位协同制作，今年甚至获得一个最荣幸的案子。其实这一整年来，我们最大的案子，对于我们店家来讲，就是今年双十国庆的帆布提袋，就是它的那个礼赠品里面其中的一项。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合成帆布行来讲，它是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案子，也是算是最荣幸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么多的帆布包品牌，筹备会他们愿意选择合成帆布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荣幸。对，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加认识到原来礼赠品的这个制作的一些美感，他选择这个产品不是乱选的，他是有一个脉络，他希望这个店家是有故事性的，他希望这个东西它的做出来的品质是非常好的，毕竟要送到全国的贵宾，甚至国外宾客、侨胞等等手上。对，那帆布包品牌这么多，筹备会他们愿意选择合成帆布行，我觉得不仅是看见我们这个品牌，更是对于我们的品质、我们的故事有非常大的认同。对，那像这一整年还有很多合作案，比如说前一阵子的冬奥的羚羊配冠军有一个台湾印的提袋。对，那其实台湾印这个袋子，大家在做的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其他的品牌，或者是淘宝、虾皮都有了。好，那我们其实想了很久，我们是用我们既有的素材，加上一些电绣、一些提花等等，去把那个意象做得更强烈。我们不是简单的印刷上去，好，那我们也用一些小巧思，把那个落球的那个落点也做成一个纽扣的样式。对，那其实我觉得文化创意、文创就是这样子。你在既有的根基之下，你把一个品牌的产品做更多的创意发想，而且是不偏离你品牌文化的原则。核心价值不偏离核心之下，我们做产品的一个延伸。所以台湾印这个袋子，大家可能都有在做，但是我觉得合成帆布行做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对，那也有很多像跟影展的合作啦，或者是说像比较艺文类的，像今年的金马奇幻影展，像今年的女性影展这一些，我们都会提供一些产品的赞助，也是希望说。这些影展透过由我们提供的赠品，然后可以让他们得到一些帮助，比如说推广，或者是说让他的品牌跟我们品牌做一个更强烈的结合，比较文艺类型的方面。活泼多元的款式，从团体到个人，皆以 One Bag 一个包也帮你制作的职人精神贯彻到帆布包中，并以帆布包行销家乡，将 Made in Taiwan 的品牌发扬光大。因
为其实回来工作大概5、6年的时间，我到目前都还没有把自己设定在是一个接班人的角色。对，那我自诩是这个店铺的实习生，就是边学边做。那爸爸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还要再辅导我，或者是教导我，才知道该怎么样去进对应退。对，那如果说可能在5年、10年后，我比较正式的接班了这样的工作。我会希望合成帆布行这个品牌，它可以带给人不只是一个帆布包的制作的店家，它可能更是可以让帆布包的这个传统工艺以及这个台南的在地文化做很正相关的结合。哦，就是让人家想到想到台湾，想到台南，就有一个合成帆布行这样的一个店家。对，那不只是来这边购买帆布包袋，也许看看我们的建筑，看看我们保留早期的一个橱柜哦，然后在街边施作修整帆布包的这个形象，它其实都是复刻60多年前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变过的，就是60多年来如一日的样子。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台南人的日常哦，就是说我常常把合成帆布行比拟为一个人的话，他就是一个认真努力生活的一个人哦，他每天做着。可以讲枯燥乏味，但是却很充实、很扎实的每一天。对，那如果能带给消费者或者是旅客来这边，不只是经历买帆布包的一个动作，他更可以感受到帆布包的温度以及这个品牌的一个历史性。我觉得这是未来可能5年、10年内我们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一件事情。